缩水，医护心好累。我们这时候防疫势头作战，我们所有的公立医院、部立医院、基层诊所以及私立医院都出动了。这时候我们的相关的医护补助却没有到位，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？公立医院可能还撑得住，因为还有政府的补贴；私立医院如果撤军了之后，我们面临社区大规模的感染的时候，我们会叫不出来这些社区医院以及私立医院的部分。要求一定要改回2003年的版本，每人每天或是每人每班1万块，才有达到实质的奖励的效果。所以我们最后问一下我们的实施长，他是想要顺时钟呢，还是想要逆时钟？顺时钟就是按照陈时中3月6号的讲法，每人每天1万元。逆时钟呢，就是维持目前的版本，但是我们请他把这个标题做一个修改，因为是全国的医护在倒贴中央的一个状况，并不是中央奖励医护的状况。假设呢，我们某医院某天总共有10名的这个疑似或确诊的病患，在 SARS 期间的时候呢，其实每一位医师，他依照他这个条例，他是可以分到每人1万元的。那其实呢，刚刚何建辉医师他也有清楚的提到，今天我们领的这1万块，是因为他的门诊有相对的减少，他原本的病人有相对的减少，我们才要去领这个奖励的补助。那可是呢，我们比较了条文，发现了这一次执行肺炎防护的这一个相关的奖励条文，在4月24号最新的版本里面，却是如果以我们这个案例来看，却是3位医师共领1万元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实际领到的可能是3000，可能是2500。那这让非常多的医师非常的不能接受。在3月6号的时候，陈时中部长就是有宣布了，就是护理师的这个津贴要从SARS 时期的5000元加码到就是现在的1万元。那时候我们病房很多就是 SARS 时期就在工作的资深护理师，他们听到都纷纷表示相当赞赏这样子。但实际上前几天公布的这个津贴跟奖励要点的申报作业须知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发放原则，在专责病房的部分，它是规定说每个护理师是以照护5床为原则，那照护病房是以2床为原则。一开始在疫情初期，我们对这个整个疫情的状况不明确的情况下，我们一开始就是比照 SARS 的时候的人力去办理，大概每名护理师照顾2到4床的状况。那现在这个申请作业的原则出炉吼，他是说一般病房的护理师要以1:5原则，那这样很有可能造成的是说，我们原本医院好的这个护病比，那现在因应要补助作业的原则，那成本考量的情况下，是相当有可能让这个护病比在做调整的。所以跟陈时中部长就是喊出的护理师每班1万元是有相当的落差，所领到的津贴就只会再更打折扣而已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说，就是请卫福部就是有必要再调整一下这个作业原则，然后才不会辜负说一开始部长跟社会大众感谢医护辛劳的美意。